哎，你慢点儿，就这儿。哎，小心啊！真是一块可口的唐僧肉啊！是我。你现在立刻让郝聪明拿一瓶红酒去酒店，记得用迟墨的名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管我，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智取，好啊，这种捉奸的事情就交给那个郝聪明吧。开心，开心的快要飞起来了！我说的是，你个混蛋破坏我的美梦。喂，郝小姐，迟墨让你马上送瓶红酒去酒店，地址发你手机上了。现在去酒店？对，他急着要，指明让你送过去，你快点吧。喂，喂，迟墨你大爷的！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来送的。聪明，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洗你的澡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，一会儿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叫你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开门呢 ？Hello。刚刚明明有人开门的呀。不管了，迟墨，反正酒我是给你送到了，我放在这里，丢了别怪我啊。什么鬼？这瓶酒，是给我的。你拍扁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这瓶酒给我的。你是让我进去陪你喝酒？哦，不行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把酒给你送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打开，对不对？好在我随身带了开瓶器，真是机智。这边，酒给你放这儿啊。这会不会是人妖吧？你的裙子很好看。
啊？原来还有人在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送红酒的，那酒放这儿了，这个起瓶器也放这儿了。原来你喜欢这种啊！我那还有高跟鞋丝袜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再碰我，再碰我，我给你动粗了。干嘛发这么大火啊？这声音是……你是？我不是我。你是迟墨。他当我是迟墨也好，总比破坏宋小小在他心中的形象好。你以为我是谁？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报警了！报警了！今天晚上的事你都看到了。如果你敢告诉第三个人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救命！你变态！听到没有？回答我。听到了。不要管那乱入的柴火妞了，我们该干正经事儿。我还真是没怎么跟女人玩过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叫我男朋友过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玩。17了不早说，耽误老娘时间。今天这日子真是我的倒霉日子，先装完女人，又装基佬。哎，算是今天的安慰奖喽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想不到迟墨这个人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竟然是个死变态！怎么会这样啊！我靠！幸亏我跑得快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啊！回答我。听到了。一定是落在刚刚的酒店房间了。哎，不行！可是如果那个死变态还在房间怎么办？可是我手上又没有手机，又没带钱，今天晚上露宿街头怎么办？哦，不要露宿街头！算了，死就死吧。加油，郝聪明，加油！郝聪明，加油！速战速决。原来迟墨那个死变态已经不在了，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难不成掉下来的路上了？怎么感觉身后怪怪的？
小心，疼。小心。哎，怎么会是你呀？这么多天都不见我，短信也不回，微信也不看的，那我不得找个机会接近你的？聪明，我都已经跟前女友一刀两断了，你怎么还不理我啊？反正你今天是把我吓坏了，我差点以为是迟墨那个混蛋追过来了呢。就是和我长得很像的那个家伙。对啊，如果是迟墨那个混蛋，我肯定就拿棍子多打他几下，我狠狠地敲他。难怪我说他最近奇奇怪怪的，已经开始向我献殷勤了。原来是因为他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？哇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今天简直……他怎么了？我不能说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说了的话，我会死得很难看的。他欺负你了？那倒也没有。算了，我们不要说他了。对了，小小，你为什么大半夜还在外面闲逛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？我是有点事儿，所以回家晚了。我半路看到一个人影鬼鬼祟祟，跟你挺像，所以我就想过来打个招呼。但是我刚一上来，就给我来了一下。我不管，你得给我吹吹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你知道，自从我被坏人绑架了之后，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总是怕怕的。迟墨那个混蛋说什么我被坏人盯上了，所以让我住到他家保护我。可是我现在知道迟墨他自己也是个大变态，我觉得别的坏人跟他比，简直都比他好多了。要不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我早就劝你离开那个变态家了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啊？直到我有能力保护你之前，聪明，就委屈你先待在他家。我觉得出于保护证人，他也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哦，对了，叮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你随身带着。如果那个家伙敢靠近你半步，你就给他狠狠的来一下，电死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么晚了，不准一个人在外面，听到没？啊，对啊，都这么晚了，那我要先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拿着，这个，谢谢。注意安全啊！你偷偷摸摸在这干什么？我只是路过而已，你们继续。郝聪明，你干什么？你个疯女人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跟你解约。女佣劳务合同尚在合约的履行期内，未经甲方允许，乙方，也就是你，不得擅自撕毁合约。那是你以保护我为由做诱饵胁迫我签的不平等条约，现在我又不用你保护了，合约自然不算数。为什么不用我保护？因为你是个变态！我宁愿被人跟踪，我也不要跟一个变态天天住在一起。虽然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合约上白纸黑字，合约上第32条规定，甲乙双方若违反条约，需要向对方赔偿违约金2000万。什么？10万、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1000万、2000万。所以你想搬走也可以，按照合同上赔钱就行。2000万！假如我年薪20万，我要还上100年，就算加上通货膨胀以及加薪等因素，我至少也要还到80岁。
哦，那我这辈子岂不是都要赔进去了？想好了吗？迟墨，你昨天才发誓说你再也不为难我了，这24小时都没过你就反悔啊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哪儿去了？与其相信信任，我宁愿相信合同上的白纸黑字。迟墨，我知道你熟读《孙子兵法》，熟练掌握各种坑人技巧，会4国语言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还会川剧变脸，算你狠！这跟精神病没有关系，它是你释放消极情绪的一个容器，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影响到它，但它并没有介入你的生活，它把自己也隐藏得很好，看来它并不想打扰你，只是想替你分担痛苦罢了。是吗？看来你比预期的更活跃啊！我倒是想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样的花招，还会给我添什么样的麻烦。迟墨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今年的流星雨的周期比往年的更长，所以我活动的时间也顺带延长了。进来。老板，这有一份合同需要您签一下。老板，您怎么用左手？怎么了？没有。啊，我现在在用左手练字儿。怎么样？我左手写的字儿还不错吧？和您右手写的一样漂亮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我左手写的字更加的洒脱，而且富有自由的灵魂。您说的话真深奥。哦，这是新一季产品代言人的邀请函，还有这些是关于各个代言人的造型设计，您看一下。摄影棚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已经安排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通知他们一下，我下午会亲自去摄影棚那边监督拍摄事宜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好。走。迟墨，今天我就给你改一改你那老古板的 style。你的计划毫无用处，昨天一无所获。昨天也不是我计划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呀，就我最近的研究表明，在这男人和女人之间啊，你要是表现得越屌、越拽、越难以驯服，可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越高。相反，你要是唯唯诺诺、百依百顺，可能他就会看轻你。所以呢？我决定我们再也不要走这种苦情的路线，我们要逆袭，我们要爆发。怎么逆袭？说到点儿上了。这是我最新研究的前任攻略套餐，然后你看第一项，就叫做以退为进。以退为进。退到无路可退。就你这些馊主意，赶紧把自己的店砸了，滚！郑小姐，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职业。有钱，顾客就是上帝。我们做服务业是有尊严的。哼。
明，你又搞砸了，知不知道？你今儿甭去门店啊，你去摄影棚吧。那大明星明明都跟咱们签了协议了，就因为你那陨石戒指抄袭事件，人家说代言有争议的产品影响人家形象，现在解约合同都在我这儿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都是我处理不得当，都怪我。我不管谁对谁错，现在咱们陨石系列要重新上线，你去把那大明星给我请回来。是，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努力挽回公司的损失，交给我吧。好，来整个圈，非常好。好，来这边来一点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一会儿跟他说，多拍我侧脸，我侧脸好看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会跟对方说明的。不是说明，是要跟他说清楚。啊，知道了。把水给我。王老师，啊，您真的在这儿啊！你真人比上镜更帅，我特别喜欢你之前那个电影。谢谢，给人家几张我的签名照吧。啊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您的粉丝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美克拉美的设计师，我叫郝聪明。谢谢。哦，你就是那个艺稿多卖的设计师是吗？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误会。我这次来呢，也是希望您不要解除和美克拉美的合作，毕竟这样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。我打断一下，如果今天你是来和我谈合同的话，可能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下午拍摄安排得很满，对不起。哦，我知道，那我就在旁边等着，然后您看你什么时候忙完了，有时间了，方便了，我们再聊，好不好？哎，等这么长时间了，大家是不是想喝点什么东西啊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去买。你要喝点什么？龟苓膏和梨水，我最近有点上火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买回来。啊，大家稍微休息一下，下午茶由我们王老师请客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人，不可能只看到我一个人喝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明白，我理解。那大家要喝什么？我登记一下，我去帮大家都买回来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要喝点什么？果汁。你好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好咖啡。你说了，美克拉美是不是在搞笑啊？拍这么个小姑娘来什么意思啊？喝点什么？想让我回心转意吗？喝绿茶。等他这些东西全都买完了，咱走拍完。哎，金秘书，我要你立刻、马上、现在把咱们最大的摄影棚清场清出来。我不管，总之我现在有急用，听到没？哦，非常抱歉，今天这个摄影棚暂时不能用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们灯光什么全都摆好了，你说不让拍就不让拍啊？我们也是临时接到上头通知，不过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另外一间摄影棚，麻烦您请移尊玉步。如果有任何损失，我们池氏一定会赔偿的。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工作相关的东西稍微清空一下，谢谢配合，谢谢啊，慢走慢走。哎，小心点啊！不好意思。水来啦！哎，人呢？怎么样，金老师？非常完美。可以吗？这样？准备开始拍吧。咦，
聪明。小小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王老师呢？王老师谁啊？不知道。但是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想你喽，过来看看你不行啊？哎，好啦，我是来试镜的。试镜？啊？别闹！我没闹，我来参加池氏集团新一季代言人的试镜，一会儿准备在这儿拍点东西什么的。哎，但是刚刚我来这个棚的时候是王老师他们在拍啊，我没走错棚啊。这个楼里棚挺多的，估计他们去别的棚了。行啊，小小，你现在都已经开始试镜啦，改天混上了代言人，我也可以好好的跟朋友炫耀炫耀。你呀，跟我有点熟悉，真是。那你好好拍。嗯。可以了吗？稍等。怎么了？你也来拍一张。哎，不是，我不会的。没事，你看镜头就好。来。哎，快过去帮忙！小小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小小，你醒醒啊！聪明。我在。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我答应你，宋小小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他又出现了，这次他又做了什么？莎莎，池总，池总，这海报上不就是他吗？哎，对啊，是池总啊。进来。老板，关于新一季的服装广告，因为和之前的代言人合同已经到期了，这一次启用的是新人，是由国内顶尖的时尚团队DG工作室一手打造的。这是样片。
这个模特是谁？是之前来面试的新人，叫宋小小。之前没有什么走秀的经验，但是低级的医美老师一直坚持用它，说他对时尚的把握有独特的见解，而且效果确实不错。有他资料吗？有的。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参加广告拍摄，真是够嚣张。照片上的模特和老板好像啊。老板。啊？他我不是很满意，换另外人代言。老板，但是我们的时装发布会已经定好了时间，如果现在换人的话，那可能会来不及了，而且咱们的损失也会很大。这是你要解决的事情，不是我要解决的事情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经理，你找我啊？池氏集团你也去过几次了，熟门熟路的。你去交接一下陨石系列的后续程序。又是我，又要见到志摩那个大变态了。别唧唧歪歪的了，那边工位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哦，是，我马上就去。经理。是谁啊？这个呀，领头的就是 DJ 的灵魂人物，人称中国版时尚女魔头的医美老师。医美老师，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御用造型师、御用摄影师、美甲师，还有吉他手呢。这么厉害，这么多助理啊！不过啊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好吗？只要医美老师来咱们公司呢，那就只能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哎，就是关于咱们新产品的代言人问题。咱们老板吧不想用那个模特，但是医美老师吧一定要用那个模特，这不过来开撕了。模特是谁啊？据说咱们的代言人啊，长得跟咱们老板特别像，而且比咱们老板更加白嫩。据说呢，还是个90后的小鲜肉。那个鲜呀，简直就是个移动的荷尔蒙机器。